這個前總統陳水扁的查囝陳幸妤離婚的風波，傳出講要甲女大學生出國的前翁趙建明，早起一透早出現佇高雄小港機場，也毋過並無女大學生，是4個男性的朋友要做伙去越南。陳幸妤早起面對着記者追問，是甲記者講，之所以會離婚，除了趙建明甲囡仔2300萬的教育基金摕去用之外，也閣有，伊一直希望規家伙會當做伙去冰島遊覽，但是趙建明最後是帶真數的員工到意大利，閣無愛互伊對，互伊真刺心，所以決定要放手。陳幸妤是講甲腦光甜甜甜。穿洋裝、白頭裝配下，陳幸妤甲平常時同款到診所上班。面對前翁趙建明朋友網絡拋出趙建明的身份證，證明完整的日期甲伊講的離婚日期無同，暗指伊講白賊。後面又去改過一次身份證，他自己搞錯，所以他也跟朋友講錯，朋友幫他講就也講錯。陳幸妤哪講就講出，互伊決定離婚的原因，就是趙建明甲伊替3個囡仔欠的2300萬教育基金摕去用。把錢說要等小孩以後長大結婚才要還，我小孩現在3個都成年人了，我覺得可以還了吧。除了錢，還有一件代誌。你知道他20年限制出境不能出國，你知道我這樣子等20年，我想要的就是他能回來帶小孩老婆出國嘛，對不對？望講會當規家伙出國佚佗，那趙建明確實是出國啊，不過帶唔是伊家囡仔。意大利也員工旅行啊，我也很想去啊。等20年好，你說你回來你不愛我了沒關係，那你老實講。一向堅強的陳幸妤是講到後天，閣甲目眶的目屎切掉，可見是滿腹的心酸甲委屈。若捌傳出要帶大學生出國的前翁趙建明，是互4個查甫的朋友陪伊透早5點外出現佇咧高雄國際小港機場。這你是自己一個人去的嗎？面對記者咧問，伊專程急點點，即陣伊甲幾個朋友坐飛輪機到越南烏志明市。若針對甲陳幸妤的婚變，趙建明一捌甲朋友透露，無想要互囡仔受到傷害，才來急點點。不過2300萬的教育基金，是安怎無愛還嘛無交代，雙方離婚的爭議繼續引起討論。